正差比女飘香，屡次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唉，官人呐，官人，好教为妻。实是难猜
君子图内藏，弟子何曾放好光？圣君之顿御眼地，马虽毛长不显肥，得着毛儿强似虎。带领淫妇不是鸡呀！小生曾用表示混杂。爹地正贤，滚居三边种子，母亲长子高随王峰。我本闭门隐藏公托，可恨念送朕老臣。上面荒奏一本，使我父强制失责，皇上听信谗言，将我父绑往西郊斩首，并将我门抄斩，使我改为掌刑，逃往杭州木九家中。不料路遇叶某卿滚船失窃，复将小生当作小妾做子孙场。那老子见我身拼车中，将判我做他命令机子，带往京都传拜念诵。那念诵见我才貌上天，就将圣女兰真终身许与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为父仇为报，岂肯与你奸贼之女成亲？罢了，不在楼头侍奉小姐到死亡之身。我是不娘我家小姐之命，特请姑爷上门。是我要在死亡头死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丫头，我一不当你，二不骂你，开换救命，为啥好事？姑爷。姑爷不肯上楼台，唯恐小姐要责怪，使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时候飘香飘谁家归？
到。多谢姑爷。变得飘香去人啊人，我上楼看他真爱陪。我今忙与他去谁呀里？姑爷请茶。官人，请来见礼。请坐。你不是，我早就说了。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立该叫我娘子；我若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小姐。是让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若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夫人。
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前程子女逃离前，使得我有口难开言。常言道，有理非为此，娘子请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理非为子，来，中间一礼，请坐。请坐。屡次查票想请我上楼，不知为啥何事。官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在书房门读书啊。读书？难道是要练艺用功么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啊！为妻也有理呀人，你可知只卖人无才当富贵？你可知周瑜7岁兵速快，9岁年间破江乱，13岁风都多，为丈夫立得把书破。你可笑姜太公八岁你们王啊！何况你官人少年郎啊！你可知官路才为丞相？那官路乃是官民相。你是官路断命相，莫非是罪我受不偿？并不是你谁不长，为妻来是一笔方。既是比方，倒也罢了。请我上楼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事？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人知我福乃是，此非碰到老先生。我兰真一不爱二不痴，我从小读过生言诗，我要猜你官人的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！即使看看，那你就猜猜看。官人啊，见你终日闷是莫不是理想传功砸鬼子。
是男儿应有四房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？莫不是念我娘们死里的，我难陪年郎并不知。年年家一朝，天下得本朝，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。莫不是你嫌我懒政长脸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十里红帐到雁门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莫不是你嫌我懒政容貌翠，我难陪年郎一才子啊！夫妻岂可容一人？何况你娘子美貌三须死。官人休得取笑。为妻，我倒可有一笔，笔上何来？官才知所托为本王君，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我不知其他是哪
妻子与主人，常老逢人只是三句话，一颗心泡一心，娃娃父爱娃我，自人自命不自己，我是与他真心讲，离别他心是我。下了去，官人，你的才子路正去。其人定有心事不肯讲，他sei道不知贤堂自难尽，我心上来是奔。哎呀，这本是下面一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在真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细讲。你欺人不把真情说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？
来听他也听，常言道，要知幸福事，但听口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。这路上不叫我小姐，回到书房里，到4年前我来了。哎，我嘛，你给回答他几句。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。官人呐，官人。兰正啊，兰正。叶勇啊，叶勇，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声。你哪里会知道啊？为妻不想，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呀。我不是见他自来牙亲，我心脏来本心真，姓曾，弟弟真心为宗旨，真勇是我真灵心。一家人本享天伦乐，恨正朝中出奸臣，奸臣上殿黄州本，占了我县家一门衙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。可怜我生前不管长生态，被人偷去泪钻进，蛟龙惊被千岁困，满腹哀怨何听他言，我好伤心。原来他与山羊的冤仇，海洋的恨，难怪他生前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啊，官人啊，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还与我念啊兰真，不知道奸臣是哪不你说出来，我兰真与你把冤伸啊。我的奸臣倒也罢了，提起奸臣，我骂你年岁啊老臣。怎么骂起我出不来了？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奸臣老年松，荒淫霸道在朝中，你财重量有多少，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更一次，偏偏逃出我阵容，小生杀罪林永志，听在你奸臣老爷说。听此言来很满胸，我怪身堂上老祖宗，你不该劝
既然是正面两家冤最大，你为什么将兰州的终身去许正用？怪不得他继母像眼中的，看来夫妻到老是合不拢。念死吧啊，念死吧！怎么拿起我弟弟来了？啊，你今日念死吧！父子同朝一样坚强，兰州终身许配我。你要靠本子难上难，小生啥有出头人？我听讲你父子一起战。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哦。他要在我府念诗来，想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兰州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人海，我就只能生病冤家在。啊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急。好分我啊，好分我！早死不来了。啊，你今日到问我，去年是把妹来做，一人今年只把谢大妹。我用那尚方宝剑来谢问我，也没亲啊，也没亲，你都骂起来了。啊，你今日也没有亲，你是狐假虎威的烂小人。我在不应说你命令子，事故到中间不平衡。小生啥有高官中，我将你去官下者去从军。朝中之人都骂尽，不知你还要骂谁生？夜阑真啊，夜阑年夫们啊，纵然你太不是真心，真乃是求生之女，真诚情。
将年富杀人还不给，我兰真岂能却夫君？啊，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兰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后悔，我还是今晚与他把离平啊！带我去谁家门敲？外面敲门的是哪一个？兰真来了。兰真，哎呀！我在四方大建成，我从来了夜兰真，心结当作心宽呀。来了，娘子，请啊，请啊，请，请。娘子，请来见礼啊，请来见礼，请坐啊，请坐啊。请问娘子是谁的到此，还是到此一酒啊？啊，你问我嘛？啊，我是在得到此，一到此，谁叫你开门的？娘子是谁得到此？嗯，谁得到此门？怕他这人啊！我说是谁得到此，他倒预备起架子来了。啊，官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啊，读的什么书啊？是书无尽之书，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你要听？嗯，你听着。可送来心儿飞，托孤思书就忘记了。官人，你忘记了，为请我倒还有几句记得您。我的书与你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你不信啊？我背给你听啊！我不要听。
这个人啊，他有个脾气，身价要我赔，我倒不赔；身价不要我赔啊，我倒偏偏要赔。好好好，你赔。好，那么你就听吧，你听着啊，要赔到你自己往里去赔。你听着啊。唉，小姐呀，小姐。时称小姐毫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！哎，我可没有叫你呀。兰珍啊，兰珍！哦哟，你兰珍的名字还上书了。哎呀，官人啊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，那你官人的书上啊？是有我兰珍的名字哦。唉，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，小生不是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姓氏？这句话我是故的。不信账来是根，哈哈，背不下去了。那冤家做事不小心，我兰珍做事要旁个想与儿你陪子滚陪，我是掩耳不听。你再听下去，我不知贤男子暖情，不欣赏来本性真。我一家人本想天冷落，恨争吵终为出奸臣，恨奸臣上殿皇贼本，占了我全家一满门。娘子，我的奸臣倒也罢了，第七奸臣我把你撵送啊牢城，骂你奸臣老撵送，你枉因霸道在朝中，你残害忠良有多少？你却在我无日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根一枝，偏偏盗贼我怎用？小生
生杀罪凌云子，我定在你监城老年送啊！娘子400安年4万，骂你监城年4万，你父子同朝为一阳间，你将拦着众生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中外难，小生才有出头人，我把你父子一起斩，曹公我呀曹公，骂你奸臣曹文武，你虚言无事把妹来做，一人用金的自保谢大妹，我用清风宝剑谢问我，也没情啊也没情，骂你奸臣也没情，你狐假虎威的烂小人，我才本身的命令子，是不到中间不明人，小生才有高官中，我将你弃官下泽去从军。娘子，你悲催，我还有一个小见证啊，年兰珍啊，年兰珍我不应娶了年兰珍，只可惜你生长在监城，年夫们啊！总算你待我是真心，真乃是垂人之女，真免得在里无根，我将你一封休书配娘们。娘子真有你好，我来真没有太宠你，你愿报得心太狠，你父亲来我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你来去同到瓦堂领路去，娘子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娘子谁是你的娘子？许他真用负心意，独自为血海深受心头急，错把娘子当仇人，今天我方知什么？你是演得起。说什么兰珍是言啊得起？你是不肯如心将我弃？你又造啥为凌云子？你是一封休书将我离？今日你落在心
我看你差此也难行。娘子啊，娘子啊，可怜我家破人亡受尽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心我人，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查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盼望娘子来查死我。娘子，听得冤家来夸诉，一声声打动了我肺腑。我杀去了冤家命，那年父妹们都难顾。我杀去了父亲与祖母，那难救眼前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来定，那阎王好比我难怎来做啊？娘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我来真是太糊涂。我弟弟走天下马，我祖父羞杀杀人多，我怎能不去忠良子？我怎能念我亲丈夫啊？娘子，你去饶了我吧，这样我们夫妻呀，天翻地覆，我都不难为你跪下地来苦苦哀求，少你起来呀！哎呦，你呀，官人请起，娘子，哎呦，官人下次走啊，可要小心才是。下次手啊，小心便是。哎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呀？我嘛回房去呀，我在这里不是要不了你的读书
得取消，待小生陪你上路休事。此官人娘子请。奉了夫人命，一赴姑爷请。飘香那里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娘爸爸是你呀？飘香，外老禀告姑爷小姐是女儿求见。娘爸爸，请上台。有请姑爷小姐。飘香何事？小姐，娘儿管家姑父取见，命他觐见。娘爸爸来。女儿即顾姑爷小姐罢了，女儿姑父何事？小姐，今日乃是老夫人寿诞之期，但命女儿请姑爷小姐、姑父家宴。外面等哎。是。娘爸爸，随我来。官人，不知女儿到此为请我，倒是放弃了。娘子放弃什么？今日乃是母亲寿诞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来给姑父拜寿。娘子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官人，为妻真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儿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你不去，那我也不用去了。哎呀，官人，你这样大的人了，怎么这样孩子气呢？来，快到里面挽过衣服，也好与娘儿一同辜负。娘子啊，你我既是好夫妻，奈哪里不知不心意？因为真用孩子气，提起了你父，我的心事受够气。官人说出真情啊意，不与我本是思量把头低，想真年两家冤在他，我官人他年轻有神气，倘若是谁见团飞路真情，那是叫人悔不及。啥是官人他不去，岂不是在爹娘面前烧桃李？娘子为何非礼成言？官人啊，并非为妻恩人，自古到恼人才度陌路既日母亲谁待安吉啊，官人啊，你离给姑父把谁请？
为妻嘱咐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举起眼前绣团白，十分话语13分。官人啊，睫毛变色须见机，西山早早转家门。既然你要走一程，适当斟酌娘子命，为免你心担忧，我不到日落黄昏就回家门。是此甚好，官人请到内堂更衣。飘香，唤娘儿上来。是，娘儿伯伯小姐欢你。小姐，娘儿，姑爷不为饮酒，在那酒席宴前，你要小心事儿。哦，娘儿知道。娘儿伯伯，那谢三子儿，早早送姑爷回家。啊，去吧。娘子，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是。哎呀，官人，请坐。娘子，官人啊，你放大胆量去赴宴，心中切莫太胆啊惊。纵然又怕天塌事情，欲为妻替你来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去迎接姑爷回来。夫人，请老爷请。
大道百岁宴，等儿叫客来，老爷请。夫人请。禀老爷夫人，姑爷到。快快有请。是。有请姑爷。有母亲上小婿拜礼。罢了，也许又不见我儿来赠。他到上面没有不便回家，不能借由父有母亲手放弃私财。那与这许多将军，有父有母亲上对小婿摆手。儿不为一怕，反正家父瓦肯。宴席请来设座，拜宴。夫人宴席老爷宴席请。夫人宴席请啊，请啊。宴席应具为官三生，怎么就追到这谢谢了啊？娘儿，快扶姑爷到书房歇歇。是。姑爷。啊，夫人，你那位宴席倒是真的不为应举哦。你的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与那些贪杯作乐之徒都不同哦。你又在夸奖你的女婿了啊！老爷曹小姐到，有请。兄嫂，今日乃是少子寿诞之际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不用了，要拜的，要拜的。这女儿既不帮我拜神，罢了，完成这女儿请到内堂执行。恭喜东吕兄嫂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啊！今日是我夫人垂诞之际，孙氏一喜，谈不知这双喜临门吗？东吕兄嫂，请稍退。家园，快先保兵上来。东吕兄，请困。
怕谁样子？家比那天使主公好精巧，那天使。啊，东刘兄，我此宝贝岂非又是一喜啊？算是一喜，但不知此病名叫什么？哦，东刘兄，此病名叫羊子半月病。羊子半月病，正是。莫非是那个善变种子正写的信儿之文？正是。夫人，这宝饼是无家之宝，只要插上一支裤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，且真完全。哎呦，娘，今日是百花宝地，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添欢喜。元老爷，我是东海光无边，元嫂子寿比端山高万岁。老爷，你看。金瓶相亲，可真仙。他快老夫是眼中钉，几番本章最深藏。他放下跟我的棍子，他才关心。倘比当初不是良，非我破坏王是魂。我想扶他历史小姐最本，那正邪全家老少在我们。想不到曾家世代的传家宝，而今光了我们听。家藏多少珍和宝，这宝中之宝算玉瓶。这真是年富身为仰天下，满朝文武君高枕。哈，夫人，快把这宝瓶珍藏起来。夫人，
问话的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地唱一几杯哦。董女兄，今日乃少子寿喜嘛，我自然是要畅饮几杯喽。啊！去！恐被他们凌迟，陪我去找一找花园后门。今日来，我又不见花园后门啊！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，唱诵彩罢李声声，曲光显得冷清清，留待半樱花江内，静悄悄不闻尘雨声，一座高楼迎眼前，曾相过，不与我怎有换成意。据闻曾相过那是年送老人百
本之此，趁此私下无人，不免境内窥探一番，稍找得一些凭证，日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夜宿早有刘花衣，举笔定在楼中城。从此夫人我且进去，找得凭证也好与弟弟报仇生。把先体机密从地，顺势连战。我本是虎口一生，似我又怕先体里。我方娘子曾定你，期盼去找专家们。我不陪人遇见，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夫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真了也无妨哦。我本是年夫新贵人，若无三有计谋事，他哪知我女婿有报仇心，我放那胆子上楼去。这是9轮的礼单，黄金千两，彩缎8匹，尽显官复他人，不枉小男。哎呦，好厚的礼单！正在请山海关总兵9轮，武器神马，佛陀实地将功折罪。我想那老人收了他的贿赂，竟包走起他来了。严嵩啊，老臣，你这样龙卷王法，好不令人痛恨呐！哎，我不免将此收藏起来，日也好做一凭证。神王神空，几岁等岁，朕大也是瞎眼睛走着。哎呀，我想那夏太师也是被那老者所害。神王上空，几岁等岁，朕3遍众子真心。弟弟，哎呀，弟弟。本章好心伤，不与真勇同团唱啊！
算生列真不少，后生大胆尽管上楼，丁子快去看来，小心快去。这，小姐，小姐。岳父的所来，难道我是有来不得吗？哎呀，燕姑爷呀！这人名叫标本儿，当中一道蝴蝶门，恰是左统年夫，右统少家，算是标本儿也列战之才。走，燕姑爷，你还是快快随我来吧。燕姑爷，我家老爷与众位大神在北京听英俊一事，快令要谈到天明，你今天是委屈不成了，委屈不成了！哎呀，这，委屈不成了！哎呀，这，燕姑爷，你还是到我家小姐的所来去吧。到你家小姐所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死不得你呀！哎呀，死不得你，死不得你，哎呀，不得你呀！如今他作为严父的命令子，好比是空中的飞鸟，把路忙推。他应下了真情，改名姓，他只怕谁人团败路根源。倘然是一代泄露了真心凶多吉少，把命的
到在眼前上，从不到死亡小天使来，少岁是为为家转。这倒罢了，飘香掌灯上来。是。哎呀呀，官人啊官人，我叫你不要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了？门内啊，等儿官人，把金头洗。小姐也懂此心。哎，小姐，飘香下葬。慢，谁上葬？且慢下葬。万事此心。叫他们不可高声喊叫，免得惊吓了姑爷。小香知道了。飘香，小姐，飘香，黑夜之间路途难行，你们家人都被登去湖泊，免得教父本地惊吓了教内的姑爷。我谁去祝福他们？飘香回来。夜风生凉，把衣服带去，免得冻坏了姑爷。是啊，免得冻坏了官人。飘香知
你怎可棉花儿多风抽心，棉花儿多风抽心。你见过下为妻这样做妇人，谁知你恰是口音心不宁，眼看着神若虎跃临心地，你还是茫然无知不出声，岂为你几期盼你归，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，好比是连真疼下了先前长寡肚，前长寡肚此人心平。只听得叫来当耳根，兰正月灯，有你心。飘香是姑爷他少时为家，巧为何也曾是他引流到至今。他揭露隐藏，莫非是我老弟弟，他也看破了真情。哎呀，我越想心悲。去团听，我听得来下雨脚步声，想必是官人回来了，急忙下来去向你。你怎么讲？是姑爷在掌灯之前嘲笑我
青色艳郎已回来，不由兰真心结为呀，我从黄昏等到二更嘞，不曾见他回家嘞，方才是母亲到他吃醉了，因此上想我在所在，而今又是他已为罪，分明是你抬我也抬，为什么复都于惊慌色？为什么爹娘不见？肚皮开，虽是兰真多年才，他只怕我差夫妻两分跳下小心，叫众衙官与我一起上来。姐妹们快来，姐妹们快来！令娃想张灯开轿，我要去到年夫迎接姑爷。不见郎君，我也不回来。此次寻找无踪影，想必延续回家门。禀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姐回来了？哎呀，看来也许她未曾回去。阿爷呀，夫人又是一场烦恼来了。是啊，小姐为夫，你要小心伺候了。是，有请小姐。心慌意乱，为娘家
儿啦，罢了，一旁坐下。女儿告诉。儿啦，爷本身跟为尊娘家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女儿也来问儿的娘。哦，这是我儿的孝顺，那么儿来呢？是儿来么？啊，只因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至今未为。女儿放心不下，我是特地来接她回去的。哦，你是为了你丈夫之事啊？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母亲去吧。哎呀，母亲，我官人他在哪里？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儿啊，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弟弟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二人这样推来推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儿啊，也是辜负百岁，谁知饮酒未满3杯，就醉倒在席间。那是我们女儿扶他到书房歇歇去了。啊，我官人他在书房歇歇，带女儿进去见他。哎呀，儿啦，什么弟弟？你刚才发教累积之时，为吾命家人到书房相请，谁知也许他不在书房，私自今朝也不见下落。哦，想必他为父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弟弟，我官人啥也委屈，女儿又不想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他若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外接你呀？女儿，府中宾客往来，有什么为凭？以毫不为凭。好不怎样为凭？宾客来往，金夫挂袄，侧夫小号。此次巧不过来，这快去！这个儿啦，你欲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这毫不上面可写得明白？这毫不嘛是算写得明白，可只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倒也做得出入府门的凭证。此次你来看，这金夫来呢，沿用姑爷4个字，写得明白？是啊，也许他原是来了吗？那么这侧夫来呢，为何没有沿用姑爷4个字呢？这个哪个？想必是长官之人一时疏忽，将他遗累了。是啊，儿啊，想必是长官之人将他遗累了。母亲，女儿不要你管与我属下。好的奴才，姑爷出府，为何不将性命给下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装腔作势。我这里人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家长去骂奴才，生到他小里藏到心多得，今日一见故然见。莫非他假作痴爱，已把女心
是侬为心中有结难开开。我只得上前撒娇，我有啥来？弟弟呀，弟弟。弟弟，我官人进得府来，为人出去，他一定还在府中。弟弟，你好歹要为我丈夫，你要为我爷啦。哎呀，儿啦，为父早就对儿说过，他是你的丈夫，是为父的女婿，又不是外人。他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慰藉你呀？是啊，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了他？啊！我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啥不是你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叫不出声来呢？哎呦，他诚意醉了，你要叫我还叫什么呀？他醉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哪个？难道为父能把你的丈夫疼起了不成啊？对呀，你真是疼起了我的丈夫。事不到糊涂不识字，他放着你本子里门庭，已经比虎还要狠，不给他丧了命。你竟不为我生一个，你要怎么样啊你哈？女儿呀与你把命听。哇，你都说得出来？都是你养出这么一个好女儿。怎么反倒怨起我来了？难道你不好管教吗？奴才！你本是爹娘生来的娘娘，一旦出家去不成爹娘，余生还想从儿女，才想你不孝的奴才是自猖狂。女儿终身依靠丈夫，四境夜郎不绝，怎不叫女儿扎进夜郎？哎呦，一郎，那一郎有什么喜欢啊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嘛。他有什么喜好？他不过是叶家领来的亚种。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燕家领来的亚种，那你为什么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那是你祖父的旨意，为父我才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里。好啊！他一句话儿怒开放，记得兰真目满胸膛。
哎呦！飘香小姐，教众丫鬟与我四处行。姐妹们快来，姐妹们快来！行不到姑爷不真听且慢！你们哪一个他胆滚水！你这个护卫，与我赛起来吧！啊！你这个小畜生！你打啊！你打！哎呦，你怎么事事不讲道理呀你呀！与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才会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。你竟不让我随寻到，你万一好怎么样啊你啊？我与你同见祖父把礼平。你万一离呀你啊？哎，我自然有理。我告你岳父金发女婿害，我岂是害过他呀？你害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家人？岂有此理！好，我与你同进下墓去。哎呀，老爷，到相爷面前，你是高他不顾的，你这是好苦嘞！这，哎呦！宋丫鬟，与我快千寻小姐私自寻找，不见姑爷。哎呀，阎王啊，看来你遭了毒手，伤了命啊，阎王哎呦！哎呀，阎郎夫哎呀，阎郎夫啊！女儿，老爷，快去请大门神曹老爷过府。是啊，老爷，快去！哦，哎，儿啊！我满腔怨气无处放。
人。这样子把娘兵，乃是为我花了不少心血，费了多少年钱，才弄到手，利是千万，管不得的呀！儿啊，此乃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的呀！是啊，啊，插上一根裤子，谁会开花结果？是啊，那么。你们就不想想女儿的水长结果？你竟然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管生你这宝贝？哎呀！哎呀！管生娘子把牛啊病，哎呀阎郎夫。啊！那啊，谁？哎呦！哈哈！哎呀，我倒是猜，原来是兰真这女儿回来了。这女儿怎么哭起丈夫来了？张师傅，哎，你哪里会知道？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被我弟弟害死了。哎呀，哪有岳父满是女婿的道理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真有此事？哎，东刘兄，你真的把音乐闷死了？哎呦，哪有此事啊！是演戏辜负百岁，因其未满三生，就追悼在即间。当时明年儿扶他到书房歇歇，谁知他一日不见，兰真他回来说他。我明白了，东刘兄嫂不必生气，先请回房。我来想劝兰真这女儿回去就是了。有劳了。哎呦，夫人，老爷，唉，张师傅，哎，你要还我丈夫，你要还我爷啦！哎呀，这女儿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兰真这女儿，兰真这女儿。小事体，也用不是小孩子，哪里会28路面？这女儿长期回家去，管教你常常做这个好女婿呀！刚才他与弟弟交头接耳，莫非是商量把阎郎的死死压抑？害阎郎他停止笑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丈夫，你不要假痴假爱将我劝，你不爱我丈夫我定不依。你
丈夫有没有叫进我？怎么叫我叫出来啊？弟，不是你叫我弟弟为娃，我不找你，你叫我找谁呀？冒到我头上来了。明日迎见他，关于我不做咋呀？今日你还到我头上，我与你到祖父面前说根呀！慢。哦哟，到相府面前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还是少管闲事，溜掉吧。我到大街小巷接兰珍这女儿找丈夫去。啥问我？你今天来的，谁去不得？好，那么你喊我3天，我找到眼用，马上接你送回府去。啊，3天能找到？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完不可。哦哟，聂兰珍，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妻，为你丈夫之事伪装家来，当山登彩，光是杨子8月并不说，还闹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怎么事事不讲理哟？少问我，你说我不讲道理，今天我就当你这个贱！哎呦，使不得！哦，哎呦，使不得呀！哎呦！在哪里？
请到上面房中再叙。领子带路，姐姐请。落情不真，我为你得罪了我二老伤心，我为你老年妇怒当灯啊吹，我为你换谁了怕肉包饼，我为你记得要拼命，你倒安安稳稳，死死活活，不声不响，躲在这小楼顶。你啥不把今日生，休怪我懒真不留心。娘子啊！娘子为我出了气，愁的是一场无为真把长寿，欺人应是真情话，真来有少将小姐何呀女，倘让我一时岂不是非我把糊涂？不爱我气色回话，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从头，自从骗了娘子，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前前为应县太宰，提到四方托事楼，一心只想回家转，找不到花园后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高楼。要本领，要本领，你进去了没有？不管我一时太大意，糊里糊涂往楼上走。你我们快快追了出来！可怜我哪里会知晓？银儿银子别藏来，我真要对他下来去，先下儿冤家呀路里呀碰头，见哪一个来的真是我老弟弟，这欺负我了，那是我心急慌忙得了故意往楼下
下罪，真乃是宾客众多难脱身，莫奈何我对他都数来把身来，只要等一生送他赴中去，恰好弟弟到处来，娘子啊，多亏他知道将我救，啥不在小生一面对。原来娘子为我生言气，原来娘子为我担忧愁，还望娘子操思我冤家。听此言我自尽，我埋怨你郎君太大意，平白无端杀我忧，啊为甚做来我谢呀妹，我再见你领子好姐呀妹，我谁参郎君同拜到爷妹呀，你他恩大待我永记心扉。你兰贼，你好大的胆！你兰贼啊，你兰贼！你找丈夫竟找到我女王族来了，这下你的差处被我抓到了。你兰贼，你到我女王中来做什么？咦，私家姐妹房中怎么就来不得吗？往常你是该来的，今天你却不该来。往常该来，今天嘛又发的该来了。那你往常来做什么？往常嘛来叙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你说你找我丈夫委屈。啊！做丈夫找到我女王中来了，我女王中哪有你的丈夫？亲啊，亲，弟弟，去！我女王中哪有你的丈夫？赵师傅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一定是你这个小贱人弄出来的花样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此事怪不得小姐。不能怪小姐，那怪你这个小贱人。哎呀，赵师傅，此事也怪不得林子，要怪呀就怪你赵师傅。啊？怪我？哎，为什么要怪我啊？赵师傅做事真刁干，你家长骂爷妹当牙关，阎王分明是你怪，今日里要想地拉难上是我管他的，哎，是我管你的。是不是赵师傅叫你来的？是曹师傅叫我来的呀。好啊，真凭实据在眼前，全部在这你承担。兰真一看我的胸，我再有理这样分辨难，不是吹身向而去。这女娃是哪里来？一场风波你之外，生死离开有你是
是四板板，哎呀，两个办法是有啊，你干啊！那个叫做关板板，那个叫做四板板。关板板听不耐，我与你到祖父跟前去祭拜。今日只是你生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。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个银子算来是要5万。我里偏偏脆脆都买过，个银子完全头2万。相互面前许关板，个弄得不好，他落吃不完。蓝山个关板板是不好办，还是听侬来四板板。四板板嘛太简单，你写一张佛便随我写不遍，我为什么要写？你写不写？不写，走，到哪里去？祖父哪里去？没，好，我写。哎呀，赵师傅，你还是快写吧。老爷写吧。去。早问我啊，我气呀杀，可气得我是两眼白。我不怕你夫死里大，也不怕嘛嘉靖皇帝死国法。我天不怕，个地不怕，只怕是年懒贼。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这真是所有神报，哦哟报。你是什么？你还是快写吧。哎呀，这叫我怎么写哦？好，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列佛便人朝问我，不该将严勇藏在女儿书里。好，是我管你的。写。四册朝本我之意，欲朝完整副官，得列佛便为据。哎，赵师傅，你还没有改手印。好，叶啦，我们走吧。那，你不能这样去走啊！为什么？哎呀，你想，你为你丈夫之事，从严父当到朝夫，两夫人等哪个不孝？自己又从我女儿王中搜出，你要是堂而皇之把他带了出去，叫我早问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你之见，以我之见，我命人当大教一点，你守在教中，他躲在教里，带出府去也好满顾众生，保住我这张老脸。看在你大美人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好，那我命人当大教去。送赵师傅，送弟弟去。爷妹，今日只是杀不这样晚辈，只怕要连累于你，忘却私财。姐姐羞出此言，姐姐教子未到，请到小妹房中一叙。